美国的总统川普顶礼拜来宣布，要甲规10个贸易伙伴扣新一轮的对顶关税。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嘛进一步来表示，讲美国为8月初7开始扣的新一轮的税率，基本上已经确定，无啥有可能会过来改变。这是不是表示台湾的对顶关税20%已经定案啊咧？行政院是来背回讲，咱的谈判团队要咧协议，要继续来争取更较好的税率。I don't think they will be in the coming days. I think a lot of these, well, I know a lot of these are set rates pursuant to deals. 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伫咧当地时间初3受访的时表示，美国伫咧初1开始会实施新的关税税率，基本上已经确定这个税率伫咧续落来几工，无啥可能改变。那台湾暂时的税率是20%，针对全球贸易竞争的状况之下，台湾产业可能受到的影响，林院展开动团协商。我们已经做了4大让步。包括台积电投资赴美设厂，结果得到的是暂时性关税。有一些国家跟美国可能接近要完成协议的阶段，所以当跟美国完成协议的情况之下，这个税率会再进行调整。美国伫咧美东时间7月31发布行政命令，相关的税率这个月初7就会生效。不过谈判团队透露，美方也有意愿就对顶关税议题做讨论。不过受到关税无确定性的影响，美国有明显变化。7月最后一个交易日，4大指数拢总收乌，影响台股的表现。拜一亏损23,260点，了后跋超过200点，不过盘中有跋较少，落尾收伫咧23,378点，跋55点。市场当咧消化关税冲击，台湾今年第2季的 GDP 年增率7.96%，创下4年来上悬，较悬过顶一季的5.48%。电报台股后期的分析师是安尼看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觉得可以去期待一下接下来的不管是 PMI 还是不管接下来经济数据，我想台股在今年下半年的表现应该都会不错。关税数字到底会变偌济？根据白宫公布的行政命令，明确甲台湾标做属于已经同意，也是接近甲美国完成贸易甲安全协议。伫咧后续甲美国完成协议，经过总统发布命令，甲公平协议条件进前，适用附录所列的税率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甲美国的协议也搁咧进行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